今日呢，我哋距離富內奧省嘅福薩洛呢，只有10分鐘嘅路程呢，嚟向你展示一個適合你企業嘅倉庫啦。你嚟咗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一個內部面積約1000平方米嘅倉庫，三面呢環繞住大約1500平方米嘅外部區域。該建築分2個階段建造，第一階段於1984年完成，第二階段於2009年進行咗擴建。咁另外呢，就已經係有批准可以喺屋頂呢就安裝太陽能板。呢度就係你新公司嘅辦公室呢，大約有100平方米，分佈咗2層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物業啱你公司用嘅，快啲聯絡我哋一齊約個時間睇樓啦。